1999您好，毕信阳，很高兴为您服务。1999唔好，受伤药，当欢喜为唔服务。1999唔好，受伤药，当欢喜为唔服务。小姐你好，我家外面的噪音啊，震耳欲聋。手机唔好，我副卡诺杯超多人会变耳聋光。手机唔好，我副卡诺杯超多人会变耳聋光，已经吵到我全家人都没办法睡觉了。可以请你帮我反映吗？俺不头几家人就唔是睡木嘅，做得强推挨反映嘛。俺不头几家人就唔是睡木嘅，做得强推挨反映嘛。当然没问题，请问您怎么称呼呢？当然冇问题，请问唔样办称呼呢？当然冇问题，请问唔样办称呼呢？我叫彭满妹，爱按多彭满妹，爱按多彭满妹。彭小姐您好，请问是什么样的噪音呢？彭是唔好，请问係样嘅噪音呢？彭是唔好，请问係样嘅噪音呢？我们家外面正在铺路，阿夫卡诺杯当地嘅大路，阿夫卡诺杯当地嘅大路。现在已经半夜时段了，还在进行施工呢。呀，哈几件係半夜呢，喊啲嘅建行工厂。呀，哈几件係半夜呢，喊啲嘅建行工厂。这是施工噪音，立即为您通报给环保局稽查大队。也係施工噪音，臨時為通報環保局稽查大隊。也係施工噪音，臨時為通報環保局稽查大隊。先跟您确认一下地址在哪里呢？先同確認一下地址喺哪邊呢？先同確認一下地址喺哪邊呢？我家地址是享学街6巷8號，我屋卡嘅地址係享學街6巷8號，我屋卡嘅地址係享學街6巷8號。享学街6巷8號，享學街6巷8號，享學街6巷8號。是的。好，彭小姐跟您核对一下，您反映享学街6巷8號。係啦。好，彭師同核對一下，唔反映享學街6巷8號。係啦。好，彭師同核對一下，唔反映享學街6巷8號。有鋪路的施工噪音，希望環保局這邊去做稽查。有大陸嘅施工噪音，希望環保局去做稽查。有大陸嘅施工噪音，希望環保局去做稽查。对，谢谢你哦。錯，按字寫哦。錯，按字寫哦。請問一下，您方便提供聯絡電話嗎？請問一下，你做得提供聯絡電話嗎？請問一下，你做得提供聯絡電話嗎？0123456789。0123456789。朗夜23456789。好，朗夜23456789。朗夜23456789。好，朗夜23456789。请问处理完后，需要稽查大队人员回电或发简讯给您吗？请问处理后，稽查大队人員回電話，也係發簡訊俾您嗎？請問處理後，稽查大隊人員回電話，也係發簡訊俾您嗎？好啊，再麻煩回電給我。好，再麻煩回電話俾我哈。好，再麻煩回電話俾我哈。是的，這邊立即為您處理。最後，請問彭小姐，需要記錄案件編號嗎？好，這篇臨時為您處理，最尾請問彭醫師，記錄案件編號嗎？好，
一片严思敏处理，最咪请问彭恩师，要记录案件编好么？不用，没关系。唔是啦，莫要紧。唔是啦，莫要紧。已经为您完成通报，请问还有其他市政业务可以为您服务吗？好，已经同通报好势，请问还有派种市政业务和同服务嘅么？好，已经同通报好势，请问还有派种市政业务和同服务嘅么？目前就是这个噪音问题，麻烦你了。天下就会压造噪音问题，麻烦你。天下就会压造噪音问题，麻烦你。好的，没问题，谢谢您的来电，再见。好，没问题，感谢你的来电，咱来聊。好，没问题，感谢你的来电，咱来聊。